怎么了？娘娘，哎，娘娘，吐血了，娘娘，娘娘，丫的，陈昭仪害我，娘娘，娘娘，你挺住啊，娘娘。 等我死了以后，财产都归你。娘娘，你不要说瞎话呀！娘娘，奴婢去找人，找三王爷。他哪肯搭理我呀？没想到我来古代的命运这么惨。娘娘，我死了是不是就能回家了？就能见到猪猪？娘娘，娘娘。 娘娘，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有没有人？来人呐！有没有人救救我们家娘娘？阿弥陀佛。娘娘，娘娘，你醒了。娘娘，是你救了我。你的病情很严重，一定要好好休息。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不会的，你只是服用了人参，加剧了病情而已。千年的人参不是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吗？人参虽好，可是却不能给重病体弱虚寒之人，那可是要人命的。我查看了你服用的那支人参，还是400-500年的佳品，对你的病情危害更大了。而且，没有什么药是可以起死回生的。谢谢你，迦叶，是你让我起死回生的。阿弥陀佛。娘娘，那我还有救吗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你医治好的。娘娘，您先躺下休息一会儿。
娘娘，都这么久了，皇上一次都没有提及冯昭仪，现在你该放心了吧？我哪放得下心？走了一个冯昭仪，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再有什么周昭仪、王昭仪的。皇上年过而立，一直没有立皇后。如今宫中嫔妃里，除了主子您，有谁还足以母仪天下呀？巴尔沁是波斯女子，皇上再宠爱她，那也没用。自来没有立外族女子为皇后的道理。你说的是没错，可我不知怎么着，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。哎呦，主子，您何必担忧啊？您即将临盆，生个龙子，皇后的位置就是您的了。我倒是想生个龙子，可万一要是生个龙女怎么办？这不行，只要冯妙莲还活着，终究是个心腹大患。娘娘，您说该怎么办？娘娘，你看，娘娘，气色好多了。家业国师果然厉害，多亏了家业，要不是他，我早死了。呸呸呸！什么死不死的，不要说这种丧气话。家业国师救活了您，您就该好好珍惜。哼，娘娘，我给你包的药还在炉子上呢，那你快去啊！哎呀，那我先去了啊。怎么总是想着他呢？一想到他，我的小心脏就